地人在地前，伫屏东恒春病院服务将近20年的妇产科医师陈明珠，腰子的功能严重受损，一礼拜洗腰子要洗3届。但是病院找无其他妇产科的医师会当来值班，伊无顾着家己的身体，坚持要伫咧洗腰子的人旁继续来看诊，互院长是感动阁唔甘，向外界大声来喊声讲，请问愿意来恒春接生妇产科的医师，你伫咧倒位咧？有怀疑子宫内膜也会好。头毛已经白苍苍、散散啊，伊做真少咧替病人看病。伊是恒春基督教病院妇产科医师陈明珠，挂喙暗面色无好看，其实伊是等来洗腰子先煞看诊。医院也需要人啊，那时候啊，到现在也有需要人啊，所以我还是一样上班。2年的时间，病院值班的医师干来伊一个，门诊、急诊两边拢爱做，院长总唔甘的。我记得有一年他父亲过世，在菲律宾，他要回去奔丧，就在要回去的那一天，又突然凌晨又来了一个产妇急产，先把小朋友生下来，到结束的时候，他说。我的计程车在楼下等我，我得赶快过去坐飞机。看伊遐尼忝，院长一个老同事挑工倒南，甲伊斗相挺，但是骹手嘛是无够。有心的妈妈拢希望讲有个较侪医师去甲因照护。医生如果半夜的时间不在这边值班的话，生产会很担心。院长陈志成伫网络顶讲讲，台北市遐尼大恒春，敢若只有一个妇产科医师，希望有妇产科医师愿意去恒春长时间来守护妇女朋友的健康。